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obo 啊。最近收到好多人問，用面霜會唔會搞到我生粒粒㗎？今日 Bobo 同你介紹我哋產品嘅特別之處啦。今日登場嘅係極光雪肌霜，我哋用嘅係牛油樹果優質油脂，含不飽和脂肪酸、多種維生素以及其他抗氧化嘅物質，具有多種益處㗎。牛油樹果油脂有其親膚性同易吸收嘅特點，能夠喺皮膚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，而唔會導致油脂堆積，能夠深層滋養皮膚，幫助鎖住水分，令皮膚柔軟光滑，同時減少毛孔嘅顯著性。相反，有一啲油脂會令到我哋阻塞毛孔，並影響我哋皮膚吸收，例如礦物油、合成油脂，呢啲一般分子都會比較大，容易喺皮膚形成一層難以滲透嘅薄膜，從而阻塞毛孔，令皮膚冇辦法正常呼吸同排除廢物，咁樣可能會導致毛孔粗大、皮膚乾燥、黑頭白頭、痤瘡同粉刺等問題。極光雪肌霜質感細緻如絲，牛油樹果優質油脂可以喺肌膚上形成一層可以呼吸、無重感嘅抗氧化隱形保護膜之外，30% 嘅高濃度玻色因可以修復同鎖水，促進黏多糖生成，為肌膚注入源源不斷嘅活力。而且我哋仲添加咗珍貴嘅茯苓菌提取成分，肌膚得到充足嘅營養，一夜回潮富有雪肌般嘅潔淨光彩。極光雪肌霜可以係面霜，亦可以係面洗嘅按摩霜，但真正嘅係屬於皮膚嘅保養霜。